呢個係維港戶1400尺3房1套單位。今次嘅項目主要係訂做客飯廳同埋房間嘅家私以及粉飾牆身。由於屋主覺得客飯廳比較細，希望我哋可以喺唔改動間隔嘅情況下擴大客飯廳嘅空間感，所以設計師就利用多種唔同嘅物料將視覺放大。屋主要求奢華感覺，而且希望屋內有不鏽鋼嘅元素，設計師就利用多種物料，例如雲石、岩板、玫瑰金鋼枝同埋法國特色牆布去襯托家私同埋牆身，豐富嘅材質營造出低調奢華嘅室內空間。喺玄關加設全身鏡，除咗方便出門前使用之外，鏡嘅反射效果可以帶嚟視線通透感，俾人一種開闊嘅感覺。客飯廳嘅部分牆身同埋家私，設計師使用咗岩板裝飾，岩板紋理自然流動，再以玫瑰金鋼枝裝飾，增加視覺層次感。考慮到岩板同埋金屬會俾人冰冷嘅感覺，所以旁邊嘅牆身就使用咗特色牆布，平衡溫暖感覺。法國高級室內裝飾品牌 Casamance 嘅 Mansour 系列牆紙係使用不織造布，加上金屬油墨印刷模擬織物嘅經緯交錯，增添深度與層次，能為奢華氛圍注入精緻並溫暖嘅感覺。喺主人房都同樣使用咗帶有金屬光澤、精緻紋理嘅牆布，加上以唔同間距嘅玫瑰金鋼枝裝飾，帶出立體感，呈現低調卻奢華嘅視覺感受。床頭訂做咗啡色真皮 cushion， 豐富嘅材質為有限嘅空間帶出層次感。另一間睡房色調，房間上半部分以白色為主，腰部以下以灰藍色為輔助色，色彩變化提高咗美觀度。而衣櫃下半部分利用咗卜足線嚟凸顯立體感。